31. 我们本牧师他们也认各位主场跟在座各位节选大哥下午好。祝你好。今日咱电当来跟各位今年来宾的这个学理班大家现在来结了这个宣言互阮的感觉互咱的欢喜。那当然呢，这拢是咱天恩所结，咱师尊师母两位老大的大吉良因，加上了着咱义手咱老前人的牺牲奉献，咱义手大老先的，甲咱周前人的这个恩惠，甲咱天文书的的这个慈悲。当然呢，今日好势当来遮学习，是希望咱天文书甲咱连任咱地方的前辈者会福气互咱的有这个机会来做一个学习，叫咱各位前人带领的会当来用点信言人讲以身佛道，爱心结真言那当然呢，为了着这个真言来奉献，咱嘛是爱结合着言那当然，今仔咱伫这个道场呢，无非拢总是一个学佛的人，拢总是一个修道的人。那当然呢，大家拢是有志一同，那么呢，来共同来研究了解这个道理。那当然，共同研究道理，无非就是修心养性，要安怎来学佛的性教，那么伊的德性，自然而然的，咱人生就会当圆满。那么未来出世，会当以诸佛菩萨的同款拢会当道享为敬。那当然，伫咱修行学道当中呢，无非就是爱学习，然后呢，伫学习的当中，透过了解这个关照，那关照呢，也就是讲，伫咱感受道理的当下呢，咱拢会感觉讲，那像是咧讲我，那当然呢，透过了着听来关照了着家己，无定着伫即个内底去关照了着咱内心当中呢，就有了着点点滴滴，伊的圆满甲无圆满。那当然，伫咱关照着了后呢，那咱会当真正来调了了着即个心，互咱即个心要安怎会当调圣者道？因为圣者就是代表天，人讲仰天地之正气，效果金之元明这个也就是咱在道场呢，那么以主要的这个组织。那当然呢，咱今日为什么爱修行学道？那无为了着人世间的福报修，那为了咱有一尊自性佛。因为自性佛伊是不生不灭，那么呢，这个不苦不净，伊会使讲是清净而无碍。虽然人生的结束，但是灵性呢，伊并无结束。那当然呢，咱修行学道就是针对了伊心性内底，要安怎去用功夫。当然，咱会当对心性内底去用功夫，那么慢慢自从了解咱无好的，要安怎慢慢来甲伊切磋度化，互伊慢慢的会当来锻炼。那当然呢，
咱照着伫修行的当中，嘛是改变了着咱家己的命运。哦，那当然会早呢，互法伫高阳听咱即个讲师所讲的，讲咱修行学道，讲会改变命运，我太讲无改变命运啦。哦，但是伊内底讲，要改变命运的以前，爱改变啥？爱改变啥？改变家己，爱改变心念。哦，因头到咱这本书主笔有讲过，一切拢都是心的转化嘛。所以讲的修行学道就是要调入心，但是心，可是咱讲的心交意嘛，事实有影。你会当咱调入好势，甲伊降服，互伊五体投地吼。哦，以佛法来讲的真正吼，不断的在革命吼，但是袂成功。拢搁咧努力就对啦，咱嘛知影足好吼，爱安怎做足好，但是吼，好得哪好咧吼，着心有拍歹，哦，你讲，但是即个心咧，无法度人定着，无法度人真正来改变了个心念，也就是因为安尼，当然咱的命运要改变就困难，咱爱下日子，为了个自性。要互伊会当真正落叶归根，互伊会当归根复命，那唯有就是修行这条路。那么咱修行这条路呢，也就是讲人世间无论咱今仔日是丰富众俗，是世间上水上漂泊、上好雅、上有地位的，时间若到，拢总是归零，拢这样一暗一暗加大汉，安尼其他就无好意思。当然啊，咱今日有时，咱有了解这个智慧，咱会当去了解了着来未来去未去的代志。所以咱知影，伫人世间内底无修行到最终是不归路。人死了后人归何处？就是去地。这是不变的法则就对啦。所以讲过去修行人是为了着超脱生死才去修行的。那么要为了超脱生死，当然爱先超脱了着咱的心，会当符合了着圣者的心。咱毋当是讲效果根之原理，那自然就会当来归回了着咱的本位。所以讲起来，其实咱毋是去生活，毋是去做伙，是咱爱恢复咱本来的面目。各位真侪敢是安尼？敢是安尼？是恢复家己的本来面目，毋是本来的本来。就华严经甲伊讲，众生本来生本啊。但是咱今仔日呢，水生梦死轮回生死，无法度人倒转去，这就是咱对咱自己的回应，有尽到了的就的责任。所以讲咱的回应呢，无法度人超脱生死的。所以讲呢，咱伫修行来讲呢，咱一定爱福慧双修，尤其是咱正在家修行嘛。咱就是出家修行，所以在家修行一定爱福慧双修。咱无福慧双修，伫咱的人生袂圆满。所以讲呢，修福不修慧，福中嘛真多嘛。修慧不修福，那么呢慧中嘛糊涂嘛。所以讲呢，咱就是爱不断，不断来感受了着这个道理，爱来研究，我讲的是讲有班参班，大家集思广益。无班，咱唯有就是爱家己设立一个时间去自习，去不断研究啊。所以讲呢，咱讲水见木可憎，三日不读书，面目可憎。这真正有影啊。有当时道理出来听听，有感受，咱会感觉有可能心情嘛。感觉足轻松，但是经过了着一个时间，并仔在后壁要中教了，迄个烦恼就不断。
是不去不断的艰苦。所以讲咧，道理对咱一个人来讲起，会使讲非常的重要。所以讲咧，咱就是爱不断，爱不断。那因今仔日呢，目前呢，用着这句呢，伫咱单经内底，菩提本自性，机心即是佛。当然啦，咱才拄仔讲过，咱本来是因佛陀光所主的自性是一个佛，人之所成本身啊，是一个佛。但是咱落了解这个世间之后，本来欲紧清净，但毋久呢，但伫欲紧内底感觉定、触觉紧、生着识，所以呢，那心意识用事，所招来了定，欲紧变欲察，变欲察。那么欲察的当中呢，嘛就是造罪的因缘，嘛是造罪的因缘。所以讲咧，咱咱咧看，爱看好，咧听爱听好，咧讲爱讲好，咧食嘛爱食好的，敢是安尼？因为咱本来是一个清净，如果若是无的话，欲紧变欲察的时阵，咱变成互欲察咱绑架咱的人生，互欲察绑架咱的慧命，咱一世人，那么呢，为生到死呢，佮落入了着这个苦路，这是足坏哦。尤其是咱今日会当得到这个道，咱各位前辈，要当着普渡祈祷就简单，敢有？无简单，会使讲是空前绝后啦，空前绝后。那么上天的命令，那么呢，三者大开普渡，神人贵。其实咱今仔日研究以佛法来讲起，会使讲是，伫困难，会使讲有可能要得到这个道理，真正有可能。所以讲咧，咱今仔会当把握，若毋是当着普渡期，你过去是单纯读书的话呢，那么会使讲单上。咱即厝呢，会当得到了这个道。咱得到道，上界观，上界有咱的引证，就是人死以后呢，那当然呢，就是下不俯身，冬不挺身，身软如绵，这就是咱修道界的见证。咱各位前面咱敢有看过浅浅邓丽的？有无？有啦，都有看过啦，辛苦软哥哥嘛，敢是安尼？所以讲咧，伫这个所在，咱来证明了着道义的可贵，伊的殊胜。那么咧，道可贵的殊胜，咱会当得到这个道，也就是代表第三者大开普渡伫这个当下内底，伊是道真、地真、天人真。那么咧，既然互咱得到了后，其实咱讲用情轻快，是要咱去突破困难。变咗伫修行学道内底，会当把握伫这个当下，会当把握这个当下。嘛，就是讲真诶，拄好有咧出红气，要食红气真当食。你一个月前敢有红气？无。到不过去一个月后，有红气通食。你讲已经10月啊，我要来食红气，无可能诶代志。所以咧，咱来把握这个时机，咱时机互咱把握有着，可已经求道修道啊，咱更加唯有就是快马加鞭伫行的内底，咱就是爱不断对内的修持，对外的活哦，咱要安怎会当对治？这就是咱建功立业一个真好的机会。如果咱若无家把握无好呢，其实空度良辰。咱讲伫修行内底咧，慢慢讲出来，要多存怀，要多存怀，毋当伫这当中咧，一直无存怀，去带怀，安尼咧到最后变成是安怎？变成双手空空，所以讲咧，咱会当把握，那么伫这咱本来就是清净自性的佛，来到世间了后。那么呢，这个欲经感觉面洗了色，那么呢，伫这个所在呢，来最先往事，
所以讲呢，而且甲你讲起心即事法。那么起心，心不管你是起着善的心，甲恶的心，那么来讲失去了着咱本来清净自性，伊本来清净自性的即个净体，那么呢起心即事法。起了一个心，那么呢就是报，就是报。所以讲呢，伫这个所在，静心在风中，但静无三中当然那么已经起心就是报啦。到即摆来唯有就是安那，咱就爱伫静心伫风中，咱要去找回了着咱清净无碍的心，唯有就是伫即个六淫当中内底。那么咱要安怎咧？来修出了解一条路，要修出一条路安尼咧，咱就有法度慢慢甲咱本来的自性来找到来。因为咱本来清净的自性是来到世间落去嘛，敢是欲紧甘欲行，生欲性咱要恢复清净，嘛是着爱伫即个苦乐的当中，伫即个困难的当中，有障碍的当中，要安怎会当真正全身而退，全心而退？这就是咱修行学道的要来做的功课啦。所以讲修行无迄个比较的好餐讲我着修着道着住教堂，着去教团，教佚佗，拢毋免竟然过来嘅成分的，这可能是有困难，所以得着道了后，爱真修实验，咱才有法度咧，通转过反反倒转去。那么呢，伫即个菩提本自性起心即一个，其实嘛是甲咱讲爱弃而本无，那么恢复本有。啥物是本无？就是咱平常时咧讲，五转六转，脾气甲毛病，这毋是咱本来有的，这是咱本来无的。那么来到世间了后，伫即个虚华假景的当中咧，伫即个色声冲杀的当中内底，咱较好讲，欲紧清净，那么呢变成是欲惨，所以说呢去看袂着真，所以听袂着智慧，所以慢慢呢叫伊丢失去。所以讲呢，把咱本来有诶咧，来蒙蔽，蒙蔽。所以讲呢，咱来弃其本无，甲安怎咧，甲即个五端彻底的伫咱诶自心当中咧，会当彻底。那么呢，就是有了着即个脾气毛病，有了着贪嗔痴，贪嗔痴，佮了着即个贪嗔痴爱，佮有了着不正面。有这物件咧，咱爱慢慢甲伊摒除，咱甲伊摒除。那么要摒除这个，敢有简单？敢有简单？无啦，无简单。无简单，怎啊办？无要爱放弃，敢是安尼？无简单，但是爱去安那？但就是爱真正下功夫啦。安尼咧，咱袂办无会。自然咧，咱就会当复伊本有，恢复了着咱的相机。那么咧，咱若如果会当恢复了着相机了后咧，自然咱就是咱若如果远离了着一个色心，远离了着一个色心，其实就是远离一项就是恢复一项，敢是安尼？譬如讲歹的减一项就是好的加一项嘛。歹的愈少，好的就愈侪嘛。那么，伫歹的愈少，好的愈侪，相对就是你改变命运的开始。所以讲咧，咱的一生当中咧，自然咱就会当达到了着即个办法。伫修行内底咧，咱会感觉讲愈来愈有信心，愈来愈有信心，因为咱体会到，愈来愈体会有。那么咧，也是讲体会，虽然看袂见，不你感受伊的存在。伊的真实，所以讲咧，咱会感觉讲非常的好难得。所以讲咧，咱会去甲伊把握，会去甲伊把握。所以讲咧，那无非就是讲弃其本无，恢复本有，因为菩提本自性，那么咧，觉悟心性，并非从
外在蒙福去修行，毋是对外在蒙福去修行。为你讲要找佛，找迄外尊的佛，为是咧找啥？xuất游东征，迄敢会袂难？xuất游东征袂难啦吼。咱个讲，你修行毋得爱想迄，即摆你咧来的时阵，你甲点照心经、善道心经、制作心经，好要看到吼，安尼是伫迄个内心内底吼，安尼充满了着自信，毋知讲你伫倒路，你敢知影？敢是安尼？你有xuất游东征，xuất游东征袂当离离生死，咱比一个咧，话讲。坐上经，坐甲灵会出窍啦。各位前辈，坐甲灵会出窍，代表你以后会当灵。敢有？敢有啊？应该是无啦。所以呢，所谓禅定百花丛中过，偏偏不沾身。了后修自己，你一定爱去行外。如果你若是一味为了着自己。人生的清净，我未来灵魂会出窍。安尼呢，你离道愈来愈远。你要当明心见性，那是很困难的事情。因为这伫六座山顶呢，拢一定来讲法出清楚。所以讲呢，伫修行内底呢，咱毋通好奇，有即种好奇的心。毋通想讲要看好看的，毋通要讲你去感觉的，安尼呢，安尼咧修行。咱会离道路，离道路嘛是背道而行啊。所以讲呢，咱毋通随将外在蒙福去修行，咱一定爱向内观，向内观啊，向内观。所以讲修行呢，咱拢讲修咧，毋是咧修别人，毋是咧修别人。别人安怎是个人的代志，咱爱去了解着家己，毋通讲爱认识家己。认识家己对好甲毋好，对甲毋对，咱毋当法度去改变。有改变的时阵，歹就爱变好，敢是安尼？所以讲呢，咱一定爱对内在的去关照，以真理来关照。所以讲呢，经嘛就是一个物件，嘛是一个物件。咱会当去看到咱内在，伊不方法的所在，点咱去甲伊方法。所以讲，伫修行当中呢，咱一定毋通好奇啦，要看外在，你不要去看那一些，迄个拢袂足久，拢袂足久就修出来。或者会甲你讲，因为最近毋是讲有对一个迄个宗教的那么别出爆出一些不好的。咱若甲修，咱一贯都伫早期，政府也袂用迄个许可以前，你可搬去，有严重无？政府掠讲嘛，人嘛好讲咧，一贯都有问题，敢有？保护去，而且咧道路搁愈方便，哪会安尼？那么呢，这就是安怎呢？这也就是讲，真理是在丰富中能可遇到。因为咱是以着真理做唔着咱的教义，对了伫咱的人生，甲伫咱的心性，会当有所帮忙，所以咱有立足点。所以讲呢，经过偌济的考验呢，咱嘛是稳如泰山，而且道路开放到几百个国家。所以讲呢，一贯都有好来无好，敢有好？好。有啦，真正得真必真，是毋是？可袂倒。所以讲呢，这条路行袂对，即摆是行咱家己行无好势，毋是道无好啦，即摆是咱行家己咧，自己行，还是伫你行事当中你行无好势，安尼咧，你成就当然就困难。所以经文呢，一心有理，诸法不通。所以呢，咱这个一心当中，伊是清净，佫是无界，无任何先后，伊的对待，无所谓的善跟恶，伊
伊是不是对立的，哦，所以讲呢，甲毋是对开当中，伊是清净无碍当中呢，当然就是袂有障碍嘛，那么呢，咱若讲一心有志，也是讲伊心中内底有了着佛，那么就是去了解这个言语，亲像讲咱一边的这个非常平静的湖水，你用一个足细粒的物件甲弹落去，伊敢会起言语，敢会？会啦会起言语，就失去了着伊本来平静的湖水。那么咱的自信嘛，就是小声，咱的自信就是小声，就讲咱的心当中内底有了解一点点就是所谓善跟恶，那么呢，你的心起了涟漪。那么呢，就是你的自性离佛界，心有所伫，就是佛界你的自性，就是讲这个日头，有这个啥乌云来搭条的，共款。今仔日乌云，毋是无日头，因为日头起了乌云搭条。咱今仔日毋是无佛性，因为咱的佛性起乎一寡外在贪嗔痴、酒色财气，甲咱覆灭。所以讲呢，甲咱覆盖了后呢，我拢流露了伫这个佛性。所以讲呢，伫这当中，所以讲修心养性，咱就是爱受了着咱的心，受了着咱的心。要安怎互咱的心呢，会当真正清净无碍，会当真正清净自在。安尼呢，伫咱的人生内底，就拢是拢是非常的快乐的。袂因为好甲歹来障碍咱的心，因为咱人呢，有快乐嘛是心的关系，有痛苦嘛是心的关系。咱若有法度呢，达到了着一心不离，咱当然咱会当达到清净无碍，而人生就快乐的。咱有善甲恶，有好甲歹的，所以讲呢，善甲恶、好甲歹，其实是伫咱的人生当中内底所自己去生出来。你敢会使卖甲生？敢会使？会使啊，但是毋是遮简单。咱就是咧学迄个无遮简单的，毋通讲无简单，就做啊无去，嘛袂使安尼啦，所以讲呢，应该大师甲咱讲，顺发财，别功德，佛不有私心意识，那当然呢，对有了解这个顺发财，那当然伊拢总呢有了解。这七项温馨改定下精进，甲伫这个赞叹，所以讲呢，咱伫这个所在呢，会失去了着这物件，失去这物件，相对它就会造罪，它就会造罪。即使你之前有的功德，嘛会因为了着咱的一心有志，伊伫这个所在呢，来灭掉了着这一点。所以讲呢，咱会空间呢，佛不有私心意识，咱头拄仔讲的，对肉根清净变成是肉菜，就生了着心意识。所以呢，伫这个所在水深梦死，菩萨道得到清净，恢复到了着咱即种本来清净的这个心啦，所以讲呢，咱要安怎转识为智？这就是咱修行道，咱来不断的精进研究用心，毋是干那研究就好若是以个人来讲起呢，当然咱爱用心，你的心用到对，心就到对，心用意对，心就意对是这样，所以讲修道修心，反道正心，所以讲呢，咱要安怎改变，要咱注重咱心中内底意识一项一项的来应用了。佮再来呢，讲真正的苦海，就是讲在这个心，所以关键来讲，心开五解，心开五解，就是讲咱一定看对，认清，嘛会当放下。所以讲呢，伫这个世间内底，虽然伊是一个物乐的社会，物乐的人间，但是佛嘛是伫物乐的人间成就的，敢是？所以讲呢，伫这个所在。咱不断的来开启了着咱的智慧，
互咱真正会当真正咧认识了着真假是虚，骄傲了着伊的心，自然咱就看会。你若如果真假认袂清，是虚看袂着，当然你要看开有困难，因为你会认为讲外在的一切，我来当拥有外在的一切，名利声色慧利，真哩偌好。伫即个世间安尼出去行路拢感觉安尼袂歹，那安尼你保证看袂开。你若看袂开，你的烦恼就是会不断，你的烦恼不断，你就会痛苦不断。安尼是毋是理得的？所以讲咧，咱不断大家做伙研究啦，那么咧，照着基础观，伊按研究了后，家己会当慢慢体会，伫你的心性用功夫了后，有影。伫我感受道理的当中，了解的当中内底，我慢慢去看着真的假，短暂的甲永恒的。那么伫世间内底，啥物是真，啥物是假？咱毋茫诶，若讲爱照假修真，毋茫搁照假乱真。安尼话呢，咱的人生呢，真的就是无法度通依靠得到。所以讲呢，咱咧心开无解呢，有就是真正一定要研究道理。研究道理了后，咱再去体会，体会完了后，咱要安怎伫你的心内底去调色，把会变啊甲改变，把好的出落来。安尼呢，自然你就看会着。所以讲啦，伫世间来讲，为什么过去诸佛菩萨因会去修行？为什么？因为伊已经看开啊，已经认清。各位前提感谢。咱的世尊是悉达多太子，伊若无真正看开认清，你咧看，伊敢会当毅然决然的伊完美到遮来，敢会？对啦，嘛是这王理法，对无？但是伊真正心开悟解了，虽然我是太子未来国王，互我若活100岁，享受100冬的春秋，我嘛是安那坠落了生死。毋是做太子做皇帝，恁坠落即个六道轮回。所以伫咧当中觉醒着了后的时阵，伊他毅然决然的死掉。所以讲呢，诸菩萨过去王母将上修行学道，其实是咧示现互咱世人，你爱去觉着，你要去觉着啊。咱若去欣赏做好伊也会当享受天伦之乐，会当受着万年。雕拜会当受着万年的香烟，感觉讲袂歹，你也可以啊，你也可以啊。当时咱各位前提，咱敢会当？咱敢会当像佛人呢？敢会当？会啦，其实是看咱袂到有诶啦，事在人为嘛，敢是安尼？所以讲咧，偏偏是人伊有法度，咱才无法度。咱就学伊诶骹步来做，可能咧，人伊到断骹，咱嘛到弯。总是都会当离苦知道嘛？毋过咧，伫这当中，咱一定爱有智慧，爱有智慧。所以讲咧，当咱看开认清，咱才会当真正放下，全然的放下，就是你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非常的光亮。所以甲恁讲咧，咱的心要清凉自在，清净而无为，这就是咱本来的佛感。这就是咱修行的目的。那么呢，再来就是讲，咱人的心量是一种的能量，心量是一种的能量。各位前提敢是？咱的心念，咱的心念感应，咱的心念呢，如果是善呢，它所去感召的就是种正能量，也是负能量。所以讲，咱的心念很重要，因为你的心念一起，伊会对身体，伊会主宰了这个心。所以讲，这个心呢，伊会去做好做歹，是由心来做一个主宰。所以讲呢，伫你这个心念呢，咱一定爱
爱清净，因为是一种能量。嘛，就是讲咧，伊产生了的一个心念了后呢，那么伊是盘旋伫即个宇宙啊，就是即个宇宙内底，毋通讲讲我起即个歹的心念，讲无人知，有影无人知啦。但是天知地知，敢若我知。但是若好的，当然呢，伊未来呢，它会结了善果，伊会结善果的。但是你的心念若歹，伊所结来的是一个恶果，伊结来的是一个恶果。所以讲呢，伫修道内底，毋通讲咱毋是修心，咱是修心，因为心是善甲恶的总平衡。所以讲呢，心念呢，袂使讲是非常的重要。所以讲呢，咱伫修道当中呢，无非就是点咱来转这个心念，转这个心念。这个心念来讲呢，那么你像讲伊是一种的能量，一心是发界嘛，但是你的心一对，你的心就一对嘛。大家明来讲，那么伫这个是发界当中内底，就是为一心，所以冇人做。做意念心，咱咧讲，因为神有大细尊，仙有大细尊，敢是安尼？这个叫咱心念。那么咧，为什么会走入咧？会走伫这个这个轮回道，会走伫这个畜生道，这拢是心念的问题。拢是心念的问题，因为心念它会去感召善的话，去感召善的来。心念若是不好的，就去感召了伊不好的。所以讲咧，咱人，如果讲去碰到一个不欢喜的代志，不欢喜的代志，如果你无甲伊转念，你搁去摇掠所连环大出来，就是一连串的麻烦跟痛苦，它会一直不断。那么你伫心内底无好的，毋过你伫当下会当去甲伊转去点的话呢，那么相对摇掠的，伊会歹，伊会好的嘛是相对的不断，不断的呈现出来。所以讲呢，咱伫这个一心内底，有即首诗啦，天公地甲中界，引本卡搭那边准，生鲜生福有人作，差池何以有万千。咱甲想无啥，毋过呢，真的就是天渊之别，也连讲天堂甲地甲就对啦。所以讲呢，伫这个心念呢，会使讲是非常的这个重要。那么呢，嘛就是咱讲的这个能量，能量。所以讲呢，咱华佛师尊呢，伊甲咱讲，世间有四种力量上界大。那么呢，第一就是心力，第二就是佛力，第三就是业力，第四就是愿力。这四种咱呢上界大，这四种咱上界大。那么呢，咱来讲对这个心力。这个心力来讲起呢，咱来比一个呢，如果若是讲用一台录音机，甲放伫遐，互伊念经，它有作用吗？它有作用吗？今仔日你若讲放一台录音机伫遐念弥勒经，交你家己咧念，你亲自咧念弥勒经，两种会结起敢会成啥？敢会？较会共啊，无共啊有诶伫所以讲咧，即个讲你诶心力，因为你有用心，你有用心伫遐咧上即个经，你必会着清净。但是你无你今仔用念，伊是一个录音机，录音机来讲起来，伊是一种诶本地语嘛，伊是一个无感情诶嘛，就是一个无神经诶嘛。所以讲呢，伊相对它的作用就找袂出来，就找袂出来。所以讲呢，有当时就是讲，咱有当时咧求啦，咧求仙佛啊。为什么有个人咧求有效，有个人咧求无效？因为他的心意不一，伊的诚心的力道不一样，力道不一样。所以讲咧，伫这个心意来讲起来，有当时咱咧饲点，
我偌用心的，我用偌济心力吼，你家己栽培，望子成龙，望女成凤嘛。所以你栽培囝儿时势，敢爱用你的心力，对不对？哦，所以讲呢，伫这个所在呢，咱讲天下不单书，只怕有心人。有当时咱咧栽培学法，有当时咧栽培一个人要导一个人来求道，敢爱用伊的心意。学法话咧道较简单嘛，去过来抓，甚至假品嘛，过来抓啦用心嘛，嘛用出这样代志，有道理总。但是有咱会讲，我用足这个心意伫内底所以讲呢，咱要导一个人用足大的心力，那么呢，要导一个人亲口做金财，咱才有付出你的心力，各位前贤到，有啦我讲我了。我就咧叫回收的我去第三间叫回收的啦即摆我毋知影讲这头家40多岁啦伊即摆讲家己管到讲无钱饲遐啦即摆人咧甲讲我讲头家我明仔载来叫我要来养只咱这个玩家数啦甲讲安尼甲讲你若来做阮去逐个员工啦。每个头家也就会说啦，我是新的小朋友呢，我是新的小朋友啦，我一当过几个月尔，我是安尼啦，我安尼算新的小朋友，过迄个我这个单单厝啦，单单厝去到厝啦我单单厝，啥物人伫阮条街我去捡回收的伊讲起来一贯道，我一贯道伊是新的小朋友，我新的小朋友，伊甲我讲叫我伫遐听我讲无我伫遐，讲因迄个养老处伊家己啦，你逐个员工拢无做到半个，你来家己遐听。我讲单单厝，伊讲叫我去讲，我新的小朋友我袂晓，分得甲啥我就安尼摸对啦。单单厝为我请你来甲对，安尼啦，讲毋免单单厝你遐甲讲我教伊，然后讲毋免教我，照遐落去讲啦。我讲大家讲3点，讲咱人地拢欠点，第二心灵要服侍心灵，嘛爱到尾伊会经验甲开讲点啦，讲第二点了我讲，讲咱人往前嘛爱叫大官来甲咱检举，你即马是甲讲你3点，我是甲头家讲啦，我讲我有请教这个单单厝伊讲叫我甲伊讲安尼。伊写做你个点，安尼啦，即摆迄个头家甲讲你真来啦，我研究出3点钟你袂叫我斗讲，我斗讲啦安尼啦，我讲我即个叫你所去啦，我讲人敢要听，我怎啊客气啦讲安尼啦，我讲医生啦讲，你写，我怎甲写咧啦，一礼拜后一个啦，我是员工是12个去点啦。下早啦，甲讲啦，我要结婚，我问伊者啦，伊迄个载2个员工时啦，3个啦，我伊顾伊3个啦，讲叫我叫伊钱要交着啦，我讲日后带咧啦无伊安尼伊嘛做生意啦讲叫我陪伊啦，我讲我有班啦后带咧，咱若错开到较你来做啦，逐个。我一直在看你个囡仔。有力量，有心啊，有心。咱就是导人就是有心，有心的时阵呢，变成咱就有机会通做。所以讲呢，咱的心力很重要。所以讲呢，咱伫修行学道来讲呢，咱的心力有愈大，咱的福德愈大。所以讲呢，心力甲福德它是一致的，它是一致的。所以毋当讲呢，平常讲伫咧修行当中呢，为什么咱成就较好？为什么咱成就较歹？
即就是你用心力无共力道不一样，敢是安尼？哦，所以讲你心力愈大，你的活力就会越大。因为咱修行法道咧，无非就是要会当恢复了着即个份。所以讲咧，伫即个所在咧，变成咱会当去了解，伫修行法道当中咧，咱会当用拄一个心，我们成就就会越高。相信就是讲你白白伫咧推动道理啦，咱若愈用心，咱讲千方百计，用心愈济，相对你成功的机会愈济。你若如果无用心，当然啦，没有投篮就没有机会。你若投篮越多，相对互咱投币的机会愈济。所以讲咧，心力跟活力它是一致的。那么咧业力，伫即个业力来讲起来咧，业力敢有大？有无？业力足大但是业力咧，因为就是足大。虽然讲菩萨行因，凡夫行果。菩萨咧，伊就知影做恶因就恶报，所以伊就惊去做恶因。伊惊做恶因伊要做恶因，自然咧，伊就会结恶果。所以讲咧，伊业力，咱来甲想，咱有听过爬山迄个因缘300几担300几担咧，人安尼找着迄个机会来，要讨就是要讨咧，真正咧，要讨就是要讨咧。迄是讲伊过去虽然有做过迄件唔对，有伊会当忏悔去修行，甲即世当中拄好有即个机会，互伊，无伫即个业力那么显然当中的当时个身份嘛，个身份嘛，所以讲咧，业力大于神通，业力大于神通咧，那么也就是讲对于了着即个即个啥咧？咱伫修行学道来讲起，人讲伏魔不可观嘛。咱若如果是讲是叫咱无啥咧，无牵带会无形的，咱有法度能请神尊咧甲咱化解。但是若是伫原则来讲起咧，那么咧就困难。咱讲就爱讲甲人欢喜。若无咱即个业咧，咱永远无法度化消。所以讲咧，咱就是讲业力大于神通，你神通搁较大，你抵袂过了业力。因为你欠人就是欠人所以讲起咧，但是伫业力咧会当大，原力会当大于业力，只要你有迄个原力，所以咱来甲想，爬山咧，迄个因缘当中，爬来了后，伫1个月内底，伊设有长高。发愿清口，那么去挂因厝，求道的拢总度100块来个，1个月。所以讲咧，伫迄个所在，尾仔咧，甲去请迄个无形大德，伊讲伫1个月内伊有看到，恁所牺牲付出的，他有看得到，所以伊甲互伊讲了。所以毋通讲你有迄个愿力遮尔大，所做出来自然就会当抵过了解即个业力。所以讲咧，伫即个啥咧，4种的力量，会使讲上大就是心力、佛力，搁有业力，甲愿力。那当然咧，咱真会当选择伫修行学道当中咧，咱一定会加强咱的心力以及我们的愿力。你有愿力，你会当解决了一切。你若无愿力咧，你要解决一切，可能就有困难。那么再来就是讲，为何无法度人转念？那么当然就是讲，咱伫人生内底，咱拢会遇到足侪个艰苦，敢是？咱有当时拢为着代志，家己遐看袂开。迄个代志呢，有当时是扛足久，嘛艰苦足久呢，敢是安尼？所以讲咧，为虾米咱无法度转念？就是因为咱有下3万件代志，所以讲咧，咱袂无快乐。第一就是看袂开，因为追求伤济。因为咱追求伤济咧，咱讲咱伫世间有2种教两种性，一种是比较，一种就是计较。因为你若比较甲计较的话，那么咧，也就是讲你永远
你会去有这甲你拔掉的就对了，你叫这甲你拔掉。那么你这甲你拔掉的时阵呢，自然你就会产生了这个感冒嘛，那么第二就是讲好美哈，好美哈就是讲太在意，你当着好甲歹呢，你太在意了。这个人伊的无好，这个人伊的无好，那么你不断把伊放在你的心上，你甲记咧啦。有当时讲，伊迄几年前，交人有拄好，袂拄好，有外界。那么呢，你无甲伊放下，佮经过10单、20单，你共款，烧着佫会艰苦袂？敢佫会啦伫这个所在呢，因为咱放袂嘛，是毋是讲咱已经过啊？咱来学习放下，因为这种无好的物件，放伫咱心里是会产生负能量的，伊袂当互咱产生正能量。佫以事无嘛已经过啊，所以讲伫这个所在呢，咱就是讲好甲歹，我们不要太在意，不要太在意，咱就顺着这个时间呢过了后，互伊消失去。第三呢，就是讲舍不得。舍不得咧，就是讲心胸狭小啦，心胸小，那么心胸小咧，那么就是讲你就留着，留着就是讲有当时咱若过年，过年若咧清厝里的物件有迄个规年当拢无用着，毋过你要清都唔感觉清了，敢有迄个物件？有啦今年清无掉，毋过规工嘛无用。但年底要搁清，你甲看看，嘛搁唔感觉好甲。所以讲咧，咱存足济足济物件咧，人讲迄个囝仔用拢用迄个旧的，伊是新的唔堪去。这就是咱舍不得啦。所以讲咧，你若该淡掉，你就来淡掉，你才会当用着好的物件，用着新的物件。无好的物件，甲新的物件，要倒去放里厝咧，结果你囝仔用拢。因为唔甘啦较早佫有讲，若要买一件新衫足少无钱，所以新衫拢唔甘穿，拢若要去互请的时阵，才咧穿尔因为迄阵会唔甘，阵唔甘是因为无钱买新衫即马要穿新衫应该是足简单所以讲咧，咱若无好诶该舍的就把它舍掉咱唔通甲伊放伫厝里，嘛无甲放伫咱的心里。安尼咧，咱的人心内底，较袂去互这个物件，甲咱绑架，绑架咱哪会艰苦？会因为要等掉，唔甘，要搁留咧，搁无用着，伫遮咧，去互这个物件甲你绑掉的，绑掉的时阵咧，你迄种的愉悦咧，就无法度通流露会出来，那安尼咧，当然咱就会艰苦，所以讲咧，等有一天咧，背不动，就看。等有一天背不动的就看开那么记不清的就放下，留不住的就舍得。那么到迄个时阵是不是已经上忝了？敢是所以讲伊家己讲你伫当下内底，你就是要学习，要看开放下，甲舍得。那安尼咧，你才会当得到清净自在所以讲咧，俗语讲，家家有本难念的经人人有套难言的苦啦，千人千般苦，苦苦不相同。生命中的总有挫折，但是那不是迄不是尽头，伊是甲咱提醒你该转弯了。咱的人生内底，咱讲苦袂了，咱苦会了，苦袂了，咱会啦，苦袂了啦苦袂了要安怎？继续苦落去，毋是伊才甲咱讲因为呢，生命中总有挫折，毋过迄毋是尽头，毋是讲即件代志发生过就袂发生若讲发生到即件过就袂发生那安尼没关系后面咱就袂艰苦但是伊甲咱讲，那不是尽头，迄毋是尽头，你只要你是活伫即个世间，你随时随地你拢会碰到困难艰苦，遗憾就讲是安尼。你看是啦所以讲咧，咱规定就是讲提醒你该转弯，等到你就路不转人转，人不转心转
安尼呢，咱自然呢就无迄种的烦恼，就无迄种的难过，那么呢，如何来转念？如何来转念？那么呢，如何来转念呢？也就是讲，咱人的念呢，会使讲是非常的迄个重要，那么呢，非常的重要，我发现呢，来讲解一个两个秀才，这前前可能会较听到啦，这两个秀才呢，伊就有一天做伙要去上会上影去考试嘛，要去考状元嘛，两个呢就做伙出发。那么呢，因做伙出发的时阵呢，多向容易路哩去等着人咧出状元，两个秀才伫路哩等着人咧出状元。那么呢，其中有一个秀才即种去因为咱拢会去爽的嘛，就算讲你行过这条路，知影会去等着，会等着这个爽的，咱是毋是话拢会斗，是讲有嘛？因为会去啦，总是咱人拢是安尼嘛，那么伫这个时阵呢，一个秀才去你上影去考阮去了，因为安怎讲呢，就已经有歹彩头等着这个爽的，会这个啥呢？会出状元的年头就对了，安尼就好个，那所以讲呢，伫这个所在呢，这个秀才去到营城考试的时阵，伊拄好人咧考试，毋过因为头壳呢，拢去想着这个人咧出状，的这个行业就对。那么伊拢一直咧想着这个负面，所以伊该想的答案煞想袂出来啦。那安尼你看敢考会了？考袂了嘛，对无？但是另外一个秀才伊就无共安尼，伊讲，见着官差，见官，我即下要去考官咧，那安尼好彩头，我一定会中着，中着即个官就对啦，所以讲伫迄个当下内底，伊感觉讲安尼，伊的念无共，伊看着官差，讲伊会中着即个官就对啦。结果呢，伊去到迄个考场的时阵，那么伊整个书记就是互伊正能量，因为伊感觉讲是好彩头所以讲呢，伊心情足好，伊咧做答案的时阵呢，拢无障碍，所以伊安尼考好，结果呢，拄好伊考着，一个考无着，但是即两个人考无着，等伊到因厝里的时阵，拢甲因兜的人讲看着官差有够准的。迄个考无掉的，我就是考无掉，因为即个去努力去等着人咧出状，去看着官差拍七衰啦，所以好够准，安尼我就讲考无掉但是这另外一个就讲见着即个官差有够准的就对啦，因为我即下要上京赴考结果咧去等着人咧出状，去看着官差，所以我就知讲我会会中着即个。做官就对啦，所以讲呢，咱来甲想，以这个观念来讲呢，白看到出状官差，但是念无共，伊结果够共，无共，所以讲呢，咱唯有就是讲，当着无好个，咱讲往后的来想，每一项代志用感恩的心去甲想，自然而然呢，咱就会有富的能量，会富的能量啦，那么呢，自然相对，互咱呢就当得到咱快乐嘛，那么呢，再来就是讲，咱来破解咱生命的密码。那么咱要破解着咱生命的密码，那么呢，这个破解生命的密码，也就是咧讲咱甲伫即世人的命运，所以讲呢，伫这个密码来讲起，嘛就是讲咱人的地。所以讲呢，咱人即世人来到这个世间当中，咱都有会食偌济苦，会得偌济好处，会得偌济歹处，那么在即世人当中呢，拢已经命运天注定，命运天注定，所以讲呢，咱伫这个讲到这个地理来讲呢，有迄个共名共姓，李登辉，甲有啦李登辉，但是李登辉有人做总统，有人无做总统嘛？敢是安尼？所以讲呢，这个命运来讲起是牵涉着咱个人
自己组织甲咱的经济，甲咱过去的功德，甲咱过去的业绩，那么呢，嘛会使讲是咱的基因就对啦，嘛会使讲就是咱的基因。所以讲呢，伫这个所在虽然共名共姓，毋过呢，为什么名无共款？因为这就是牵涉伊个人过去所累积的甲造罪所留下来的，伊会无共款，所以是即世人无共款。所以有的人呢，咱讲无啥姿态，安尼看会做好嘢，但是为拼到要死啊，结果呢拢袂成钱。咱个人呢，安尼要做人，安尼差遮济，这个是咱咧讲的，这个是咱人的百义，嘛就是咱人的这个命就对啦，所以讲呢，伫这个所在呢，咱一定爱来破解，那么呢，破解着咱生命的密码，那唯有就是爱回归，咱爱回归啦，回归啥物呢？回归自然的法则，回归自然的法则。所以讲呢，咱爱修正，不自然的行为，回归到倒来咱自然的法则。那么呢，咱就有法度来去破解了着咱的命。那么呢，以啥物是不自然的行为？就是咱人的妄念，甲咱人的执着。敢是安尼，咱人若上过了执着，因为你没办法转变改变嘛，心是你就会痛苦不断。所以讲呢，有当时咱人的艰苦，就是因为咱的妄念跟执着。有啥物你不爱改变，改变就好啦。但是你一直不爱改变，你一定爱安尼，给它转变过，给它转变过。所以讲呢，伊甲咱讲，修正不自然的行为，就是咱的妄念甲这个执着，咱有法度用自然的法则，那么呢，平复了着这种，遵守了着咱，做人的这个法则，那么呢，摆除了着这个妄念执着的，自然咱就会当回归到咱来，就会当改变着咱人的这个命运，那么呢，再来就讲对人事不中呢来转变，来转变。那么这样就是讲，因为咱人为什么会烦恼不断？会做些代志，人别人会当然，伫这个所在呢，依照咱个人来讲呢，咱来对咱个人为人处事，就是人事物中来做一个转变。那么人对人，也就是讲我对人，我对人，也是讲咱人的人际关系啦。咱人的人际关系若无好，咱敢有足侪烦恼，有足侪无好的因缘会一直来嘛。当相对为人人际关系足好，为人际关系不好，是咱个人的问题，还是别人的问题？所以伫这个所在呢，唔单是讲咱人有足侪烦恼，是因为咱的人际关系不好，造成呢有了这个偏差，造成了有这个果干，所以讲伫这个所在呢，咱讲人际关系要会好，咱一定要从柔不从刚，从柔不从刚，因为安怎讲呢？有当时啊呢，咱烧过头刚硬，拢袂回一个话呢，那么当然咱甲咱相处的，咱就无爱甲咱相处啦。有啥物要理解，拢袂理解；有当啥物讲袂讲解，所以讲呢，伫这个所在呢，那么自然迄种的关系就袂歹。咱若人来讲，人甲人总是有安那呢？咱大家会当讲有讨论的空间啦，有讲的机会啦。咱讲很讨论的机会拢有，尤其是讲你若共一间公司，你包括你厝也是共款的。厝里你若想过于主观，就安尼就是安尼。当然啦，有当时咱的主观无代表永远拢是对迄个嘛。所以讲呢，伫这个所在呢，咱唯有就是讲，咱来谦卑，放下身段，别安怎呢？伫这个人际关系当中呢，那么唯有就是讲，大家会当集思广益，会当安那呢？会
会当较自的啦，莫讲一定拢安尼啦，你若是讲我着伫厝我是做爸爸，我是家长咧，我家长咧，我讲咧就是安尼，若拢对就是袂要紧，有当时仔是无一定是对的，你若讲咱的子女伊会讲，阮阿爸嘛上过了主管去啊，若安尼咧，人讲爸囝伊的感情就袂好，感情安尼，所以讲咱人咧有当时仔该求的时阵爱求，若讲从有不从刚啊，安尼咧，较袂讲安尼因为小过头刚强，造成了即种无好，即种就是咱一定来谦卑，咱人若无谦卑咧，有当时啊自以为是，我感觉讲就是这样，毋知讲你认为拢是爱安尼的话咧，毋过有当时啊就是像咱，毋是像伊想的安尼，毋是像咱想的安尼，所以讲咧，这就是咱爱会当谦卑，即种咧就是讲伊处事的态度，有当时啊咱咧处理即个代志，第一咱袂当客气，还是讲咱不要邀功，第三不要设置，第四不要摆烂。如果讲是咱伫咧处事是安尼，大家做伙，你咧处事是因为用这种心态态度的话，相对，那当然呢就会产生一些不必要的那一种烦恼，所以讲呢，这种东西咱对于处事的当中呢，爱来注意的，较袂较侪烦恼的对啦，你像咱交咱的子女，别安怎讲会当去沟通。别人会当讲大家好啊来做一个沟通，来取得一个平衡，安尼会相对会当皆大欢喜，这个家庭嘛会当更加和爱，那么来讲对物件物质的需求，物质的需求，咱就能讲炫耀，还是跟着潮流，咱若咧经济条件，你感觉会得，人即摆咧流行啥，你就咧条流行。毋过是爱有钱啊，你若多好学钱咧，毋过人咧游行，但是你无钱，你去调游行，安尼敢会艰苦？安尼就会艰苦啦无所以讲有即寡卡人都无钱，来刷一刷，结果刷到袂收山，敢会烦恼，敢有痛苦？所以直接甲咱讲咧，咱对物件的需求，咱无一定爱对调。有当因得好，当然诶，咱讲经济好，物件诶，当然对咱会紧诶，这就较无关系嘛。总是呢，咱人无可能大家拢相像嘛，那么呢，佮再来呢讲，转嗔恨为欢喜，所以讲呢，最愚蠢的举动，就是为了把人嘅规矩嘅影响家己嘅情绪，情绪，为了家己，影响家己的情绪、心烦，敢会会所以讲呢，即嘛就是咧甲咱讲，互咱有一个观念上，互咱一个观念上，当咱讲咱别人的一句话、别人的动作好歹，对错，那么是他个人的事，放伊来影响了别人。因为咱若用别人的影响着咱，就是亲像讲用别人的错误惩罚自己，因为咱得袂到好处。若安尼的时阵呢，唯有来讲谨记3句话啦，算了吧，没关系，会过去，也会比较好啊。他多咧，讲咧，万事随缘了，啥物代志随缘就好啦。莫讲你比较当讲讲即片家就弄袂着。免安尼，安尼是自找麻烦而已，何不我们转个念？所以讲呢，以这3句话呢，咱就大概记起来。算了吧，没关系，会过去的。自然咱的内心呢，咱就有法度通甲伊放下看开。那么再来就是讲放下，人生的烦恼千万种何必太执着了？宽恕，看淡一些，放下自我。不执着，人生才真心态一点快乐。所以人生的烦恼，
啊，我讲的不是净土嘛，哦，对咱净到咱目睭要建立以前，佫有偌济烦恼咱敢知？唔知，哦，啊，咱爱学习放下，即使有烦恼有放下，哦，嘛是有，你咪是有啦，啊，那安尼咧，咱自然就会快乐。所以讲咧，咱爱学习放下，咱无可能学习袂当着烦恼，不可能。哦，因为伫世间咧，本来就是安那，咱讲人生就是苦海，哦，所以讲咧，咱哦，凡事爱看较淡的啦，因为世间本来就这点点点啊嘛，你要想敢想袂离，你讲要去想歹敢想袂离，哦，假设敢变，啊歹我无爱，歹我无爱，敢会当安尼？啊好诶来，好诶来，若好诶来，拢无烦恼啦，敢若欢喜尔吼，但是个人生无可能。哦，啊，所以讲咧，莫执着，哦，然后好诶想，啊，无好诶，哦，你就学习放下，安尼呢，咱的人生呢，那也快乐，哦，所以讲呢，不执着，放开手，让它走，可以走，卖到伫咱家己放掉啊，啊，伊放迄是负能量嘛，对咱无好嘛，哦，啊，所以讲呢，这一些呢，我们就学习这3句话啊，不执着，放开手，让它走，啊。所以讲呢，啊，原著讲讲，学问之道无他，犹豫放心呐。哦，当然咧，今仔日其实，哦，会来感受了个道理，嘛是讲人生就是一个苦海。哦，这是免不了的。啊，所以讲呢，咱来学习放心，哦，莫有所执着，安尼的自然咱就会当得到这个快乐。哦，那么呢，嘛就这个马祖道伊上师讲讲，道不用修，但无污染，他爱修道。你若无污染，哪会爱修道咧？哦，啊，所以讲咧，伫这个所在相对咧，拢总是共款，哦，拢总是共款，哦，啊，所以讲咧，咱啊，对于了着无好诶咧，哦，咱就莫讲一直往自己的身咧，哦，啊来安那咧，一直来看啦，哦。那么呢，再来讲，有3种修行的人，第一是化神，哦，化神天子，无中生有啦，吼。那么呢，无中生有就是讲吼，佮代志都毋是安尼，但是你着甲想甲真批评，敢若像安尼。咱各位前人，你敢会像安尼？哦，互我有一工去剃头，剃头无剃头，头剃来袂我吼。那么呢，哦，伊就伫遐讲啦吼，啊，你剃头的吼，师傅就伫遐讲，哦，啊，伊有人客啦，啊，人客来就咧讲啦，哦，啊，迄个人客就咧讲吼，因为报章杂志吼，伊即摆咧看嘛吼，啊，足济看到啥物迄落囝拍老爸拍囝的吼，啊，翁某相拍死了一大堆啦，哦，那么呢，即个人客第4大人吼，去看到一篇啊，看到人囝不好嘛，哦，啊，看到囝不好，也无代表恁家己的囝会好嘛，敢是安尼？哦，啊，伊就伫遐想讲吼，啊，以后吼，我的囝毋知像好怎安尼牵袂吼，牵咧安尼袂啦。我讲吼，啊，像这甚至你着加想咧，哦，假设敢是安尼，哦，啊，有当时啊讲吼，我本来袂当你想到讲伊袂个，哦，啊，有可能诶就是袂，但是你就是讲无中生有，你就是要甲想讲，哦，有一当若像安尼，我要安怎就对啦。咱做人敢莫做甲安尼？毋免先想遐远啦，哦，有当遐当定才来拍算嘛，对无？因为你想诶，若好诶是讲还好啦，啊若想无好诶吼，甚至你着家己安尼咧去，哦，啊有当时啊对人佫会有生气安尼，哦，即个人吼就是因为安尼，啊敢是安尼？无一定啦，哦，啊所以讲咱人无中生有，就会产生一些，啊就是安尼，咱咧修，当时啊修到安尼吼，愈修。愈修到这就是因为咱无中生有啊。那么呢，第二个是讲庸人自扰啊，啊，庸人自扰，庸人自扰来讲起呢，那么也就是讲伫这个哦，贵体波州呢，啊，有一个技术叫做迄个陆象仙，啊，陆象仙呢，哦，有一天，哦，伊有一个小官，啊，一个小官家己比较小啊犯错啊。哦，啊，所以讲呢，这个陆象仙呢，哦，叫这个小官来，哦，啊，就安尼甲伊讲，哦，
讲伊安怎对应对安怎，就安尼甲讲好，简单就过啊啦就叫伊开啊。结果咧，伫即个时阵咧，即录像先有一个即个啥咧？法官的边仔迄个讲啊，书记官啦即个书记官咧，甲即个技术讲讲即个小官其实伊犯即个对，其实毋是安尼，即爱拍板就对，爱讲就对啦。即个啥书记官就咧甲即个技术安尼甲讲就对了。那么即个技术伊讲即个小官犯的唔对是事实，但是我咧甲讲的时阵，伊听有，伊会接受，所以我感觉讲伊会改变，所以我感觉讲安尼就好啦，唔免讲这个有可能像这书记官讲，我即爱先打屁屁但是伊感觉讲安尼唔对，所以讲咧，即个录像先就甲伊即书记官讲该讲的是你毋是讲伊啦。因为安怎讲呢？你书记官搁离遐庸人自扰嘛，家己咧找迄个啥，找迄个无必要的，所以讲呢，伫这个所在呢，咱对于庸人自扰呢，就是讲不会透过审思、克制、降服，来获取前进的东西。咱若如果会当透过审思、克制、甲降服的话呢，自然咱就会有即种庸人自扰的情形出来。再来讲，现平常心，面对一切境不染不着，亲像彩笔这个画灰空不染那么来讲，咱为修道的人呢，面对一切境不染着，就是咱咧讲百花丛中过配不沾湿。伊当着任何的事好甲歹，伊袂去互即个外在的一切去，安那咧去改变，去改变，它都是如，袂讲因为咱讲伊好，好甲家己带好袂摕，袂因为讲伊歹，伊带遐伤心难过，不会，就亲像迄个彩笔为你纸咧，是毋是会使识的嘛？但是彩笔画工虽然安尼画一个画够熟，敢有？无啦所以嘛就是讲叫咱能够学习这一种的境界，这一种的境界所以讲呢，伫这个所在呢，这嘛就是讲，以咱修行呢，伊的迄个目标就是爱真正的达到这个境界，咱若要达到这种的境界呢，其实咱嘛会愈修愈艰苦啦，修道的意义嘛会无去呢。咱你来愈修愈艰苦，愈修愈烦恼，因为咱修道有问题，要无法形象感觉讲修道有问题，因为安怎讲，我们错用心，所以讲呢，见定体谅，两两相有。当然，定体谅，念相同，这就是讲，咱无法度人真正的在你的心上用过，所以心的运作不攀缘，真正会当内不乱，外理想。那么呢，家就甲恁讲的讲内不乱，是讲你眼看心不乱，耳听心不烦。就是你看到甲听到，你袂因为你看到甲听到，互你的心来起疑念，互你的心起了一个念，起了一个念，你就会不自在，你就会烦恼，你就会艰苦。尤其是咱人啊咧烦的时阵，若搁有人甲你讲无好的，你敢会不烦？会不烦啦这就是因为咱的内心呢，已经无法度人平衡。所以讲呢，伫这个所在，嘛就是讲，要互咱看到、听到的，都能够如自在的，安尼呢，你就会心不乱。安尼呢，买到咱外理想，因为外在搁安怎呢？我们就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嘛。外在的一切怎么样，跟咱无关的。所以讲外在一切搁外在的应用，你虽然看到，毋过你不起疑念。所以讲呢，伫这个所在呢，咱就有法度达到
清净嘛。哦，所以直接甲你讲，袂当做到应无所住而生其心，嘛爱做到生其心而无所住。安尼讲有较好？有无？哦，就是讲你生心，毋久你袂自调的，思过就好啊。换着生一个心，毋久咧过去，你就甲想生活来啊。哦，安尼咧，你的心还是可以保持一个清净哈。所以讲咧，达到啥？达到来讲保养无一只，你的心啦吼，保养无一只啦，哦，含影拢无啦，安尼就有清净甲自在啊，哦。所以咧，咱来善用其心，哦，所以讲咧，咱来善用其心啦，哦，啊，就是修道的修心嘛，哦，啊，个咱来善用你的心，善用你的心，那么就是甲无好的变好，毋是甲无好的，哦，去甲无好。哦，所以讲咧，伫即个顺逆境善恶缘，希望伫咱的逆境甲恶缘内底，甲当作是咱的增上缘，哦，就是咱的增上缘。所以讲咧，伫即个所在咧，咱会当把无好的地方，哎呀，人生是苦海，哦，啊，咱若人生是苦海，话若讲消极，啊，若安尼咧，哦，若安尼我怎消极落去，我就是无迄个动力啊，那安尼是毋艰苦。但是人生是苦海嘛，有人活甲非常的快乐啊。哦，那何不你会当注重这个无好的，那么咧，哦，来产生了这个正向的，互你会当迎合你吼，但是，哦，所以讲咧，这是讲看咱用什么心啊，哦，所以讲咧，看淡的，看美的吗？哦，就是讲咱一切，咱已经看淡啊无，还是？哦，甲伊看无无去，有看着，当作无看着，哦，啊，自然咧，你就会有迄种烦恼嘛，哦，